係鄭瑞文同大家睇天氣。今日好好陽光啊！天文台錄得最高紫外線指數係10，屬於甚高嘅水平。嗱，而家望出維港啦，見到個天色咧都仲係唔錯㗎。睇埋衛星雲圖啦，華南沿岸嘅雲量係唔多㗎，而影響我哋嘅偏東氣流咁將會咧逐漸被一股溫暖嘅海洋氣流所取代。天文台錄得氣溫係介乎喺22.2至到27.8。相對濕度係65%至93%之間，吹輕微至和緩嘅偏東風。而家咧就係25度，相對濕度78%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。睇下未來7日嘅天氣係點啦。嗱，預測會係天晴，聽朝沿岸有霧，稍後雲量會增多㗎。氣溫呢介乎喺23至到28度，風勢方面呢係會吹和緩東至東南風。嗱，不過到咗星期5呢，天氣就會開始唔穩定啦。預測週末呢係仲會落雨添。而聽日嘅空氣污染水平啦會係中等至偏高，而最高紫外線指數就係10，強度屬於甚高。跟住睇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北京係有驟雨，上海、成都、廈門同埋廣州係多雲。澳門有薄霧，台北、首爾同埋東京係多雲，馬尼拉係有雷暴。胡志明市、曼谷、吉隆坡同埋新加坡係有雷暴，孟買係天晴。雅加達有薄霧，悉尼多雲，墨爾本有雨，布里斯班同埋奧克蘭有驟雨。洛杉磯同三藩市係天晴，紐約同溫哥華係多雲，多倫多就有驟雨。倫敦係多雲，巴黎同法蘭克福有驟雨，阿姆斯特丹有雷暴，蘇黎世有雨。嗱，準備參觀世博嘅朋友就要留意啦。上海呢2日咧有近30度，仲熱過香港添。嗱，不過咧跟住就會涼翻啦。未來2日仲會有雷雨，日曬又雨淋，大家就要留意住天氣啦。好啦，拜拜。